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建議政府按年增加煙草稅，令更多人戒煙。委員會主席劉文文出席一項聲援增加煙草稅嘅活動時話，財政司長宣布加煙草稅之後，致電戒煙熱線嘅市民不斷增加，證明加稅有助令更多人戒煙。而大部分嘅市民亦都支持加煙草稅，建議政府每年按消費物價指數遞增煙草稅。佢又相信政府會提供更多嘅資源，推出戒煙服務配合。前望財政預算案裏邊大幅增加煙草稅之後咧，社會上面有唔少爭議。係啊，咁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就話啦，近期多咗人想戒煙嘅，希望政府繼續加稅，令更多人加入戒煙行列。祝子欣講下。食咗20幾年煙嘅朱小姐，因為健康出現問題，決心戒煙。除咗身體好咗之外，咁同家人嘅關係都好咗。當自己戒咗煙之後咧，哇！先原來覺得原來嗰陣時食煙自己係咁啲氣味係咁難聞㗎啦，咁原來咧其實都好難為個小朋友啦咁樣。咁同埋咧自己嘅情緒咧都係咧穩定咗好多。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就話，自從增加煙草稅之後，戒煙求助嘅人越嚟越多。我希望係長遠，政府有個長遠嘅政策，每年定額咁樣一路係咁遞增咯。大會咧亦都喺呢一度特登設置咗一棵無煙許願樹，即係俾有意戒煙嘅人啦寫低願望，咁再掛上去，希望佢哋早日戒煙成功。亞洲電視記者祝志欣報道。